嚟講，佢會有翻，即係你有咁多選票就計翻咁多嘅回報俾選舉補貼，我哋呢個選舉補貼嘅。喺澳門嚟講咧就完全冇嘅，咁只係咧就透過呢啲基金會啦，而且佢委任晒啲大社團嘅巨惠人入晒啲基金會度做委員，由呢班委員就批翻錢落去俾各大社團年年咁去用，根本就冇喺政治上面鼓勵政治團體嘅報酬，完全都冇。喺咁嘅情況之下，就長期壓抑咗政治團體嘅存在。咁更加當然仲有另外一個因素啦，就係當政治敏感嘅時候咧，係當你真係做到民主派嘅人士或者社團嘅時候，可能連你份工都保唔住。喺咁嘅情況之下，你仲邊度有中層幹部能夠幫你做呢個咧係社區嘅工作？喺澳門嚟講，我哋同香港啲泛民嘅朋友交流嘅時候，我同你哋有一個好特色嘅唔同。你哋香港就總結就話咧係邊一個即係嘅政治團體，如果唔做地區工作嘅話，就死梗嘅。做地區工作先有選票。但問題佢一個區議員都成3萬人個月啊嘛，我哋係完全一個立法會議員係14萬一個月啊嘛。而且仲有佢係有啲政府補貼嘅，我覺得咧無論香港同澳門模式有少少似新加坡嘅，就係只要你都唔一定要係民主派，只要政府認為你係眼中釘嘅話咧，好似徐順全呢啲咁咧，就已經釘死你，斗領都冇，仲要坐監嘅，即係類似嗰種情況。澳門未至於咁樣，即變咗你冇辦法做啲嘢㗎嗱。但係你如果你話其他，我唔好比較大陸啦，比較下台灣或者香港咁。你即使係反對黨嘅，成日嚟批評我，好似綠色和平啊，好似咩記者協會嗰啲，佢哋自己向政府申請啲徵費咧，政府都相對上能夠就係將你當為一個叫做咩諫官，我哋叫做即係就係類似偽精咁嘅角色嘅人咧，都係有錢攞嘅。即係變咗你有一筆錢，政府撥俾啲咁嘅團體咧，佢即使唔一定係參政，但係佢係能夠喺其他專業服務啊，或者社會服務上面咧提供一啲嘅功能，就令到社會嘅戾氣咧降低唔少咯。喺今年嚟講選舉，而喺呢個時候出一個咁樣嘅叫做民主參與度或者叫政治參與度一個報告，你教授認為對於未來嚟講個選舉形勢係點嘅？我覺得對於選舉形勢未必話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因為始終即係喺即係真正嘅選舉工程裏邊會有即係個別嘅團體或者組織已經係透過嗰啲嘅即係社團嚟到喺背後做好多箍票嘅工作。咁但係我覺得呢度係提醒翻澳門市民就係話，其實即係如果我哋希望未來即係澳門係有一個健康嘅即係多元化嘅即係一個民主嘅社會，而令到政府嘅制定政策嘅過程裏邊能夠考慮到唔同階層嘅你嘅時候咧，澳門市民應該係出多啲聲，即係應該要多啲爭取一個直接參與政治嘅渠道。有冇一個推高投票嘅作用喺度？會唔會有一個咁樣？預唔預計到？我嘅理解係學術研究，縱使佢存在偏頗部分，佢始終一個學術研究，我就唔會將佢拉上任何政治嘅意義。咁但係呢，就係作為政府，我都係奉勸政府一方面，除咗喺福利嘅建設上邊繼續係動用資源，足顧呢個社會嘅福利同埋民生基礎，同時喺政治制度嘅開放，包括埋3個分區嘅諮詢委員會，逐步變成有一個民選嘅區議會或者市政議會，呢啲咁嘅步伐，我相信咧係始終要行出嚟。行出嚟嘅話，社會先至會持續穩定。今次嚟講嗰個比較一個即係主要一個根據個結果嘅解讀，就話我哋可能即係對於嗰個民主嘅訴求，唔係一個好強烈嘅一個即係訴求喺度咁樣，會唔會因此推慢咗？唔係推慢快咗，係拉慢咗我哋對於政制改革嗰個迫切性？博士係呢？又唔能夠咁講嘅，因為咧喺現行嘅，你要知道我哋澳門係喺一國兩制之下嘅，一國兩制本身係3條原則噶嘛，一國兩制就歐人治澳同埋高度自治。咁但係現行咧，你講個高度自治定義嗱，高度自治唔等於完全自治啊。嗱，呢兩個概念嘅。咁但係高度自治去到咩程度咧？我哋一直搞唔清楚中央政府嘅態度點。咁你作為一本地方嘅行政首長或者有關官員咧，自然就只能夠步步為營咯。我諗就係港澳咧，譬如話呢幾個年之內會有一個互動㗎啦。香港會有政制上面嘅發展，澳門亦都隨之。我希望政府嘅解讀就係話，尤其是由人民選出嘅政府，先至係民主政府。呢一點上邊，其實澳門人嘅呢10年嚟嘅轉變係非常之明顯。用溫譚教授所講，甚至係一個飛躍嘅轉變。唔好錯誤地解讀，以為澳門人嘅民主意識仲係太低。但係對於民主狀況評價嚟講，即係包括即係滿意同埋一般咧，即係普普通通啦，咁都佔咗成7成到8成左右喎。咁呢樣嘢係點睇？我覺得呢個誤解嚟嘅，係因為中國傳統2000年嚟一直將文本政治當做民主政治。
即係劉宗三教授所講，將治道當成正道啊，知唔知啊？民本政治係咩咧？就只要上頭嗰位皇帝啊或者領導人咧，就好好聽下你意見，照顧得到好好，咁啊以為呢就等於民主啊嘛。咁但係民主事實上唔係，民主事實上一個標準就雙普選，即係行政長官同埋所有嘅民意代表都由普選產生啊嘛。咁所以我覺得佢哋只覺得滿意主要係來自誤解嘅啫。我會相信就係如果你從一個平常心咁嚟到回應你問而家個民主政府嘅政治你仲可唔可以滿意啊？你睇到政府派咁多錢嘅時候咧，咁我相信亦都唔會話太過嬲但係到有一日政府唔能夠咁樣係亂咁派錢嘅一日，而漠視咗市民嗰個民主意識嘅時候咧，呢個矛盾就會好嚴重。今次嗰個對於民主個狀況嗰個評價，同埋就話嗰個即係叫做迫切性呢樣嘢，會唔會影響到我哋未來嗰個政制發展？我覺得即係隨住即係當澳門呢個社會嗰個中產階級越嚟越多，同埋即係澳門人嗰個世界觀即係多啲放眼世界嘅時候咧，我覺得即係對於嗰個民主嗰個要求或者民主嗰個步伐咧，我係會比較一個樂觀嘅睇法嘅。有咩建議俾翻政府而家？其實我覺得政府其實兩方面咧，第一方面就係喺嗰個政策諮詢裏邊繼續即係開放多啲渠道諮詢唔同界別嘅市民咧。另外就係喺嗰個政治制度嗰度咧，都應該係逐步咧係邁向民主化嚟喺一個嘅即係政治制度嗰個改革方面，我覺得政府需要考慮。博士有冇嘢補充？其實有個指標嘅，本身嚟講咧，我覺得澳門咧，我都反對太高速嘅咁太多人政治參與，因為會造成社會不安嘅。但係你話完全咧就冇個標準，亦唔係。你睇隔離埠咧，而家都陸續行政長官嘅直選啊，咁所有嘅民意代表都直選產生。咁我希望就如果隔離埠都做得到嘅話咧，澳門都唔好後佢嘅3年或者5年啦，即係起碼人哋做完啦，我起碼我3年之內咧就跟住佢再行一步咯。有人話即係今次嚟講反映出我哋應該行溫和主義，係咪咁樣？的確係溫和主義。澳門喺呢方面嚟講，溫和主義有佢自己嘅條件，因為澳門事實上40幾萬人口，大部分人口亦相對上比較知足嘅，即係比較就係只要你俾到少少好處，我已經覺得 OK 咁咯。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反而我覺得澳門可能個民主之路咧，喺呢方面可能就唔會發生好似香港咁動盪，喐下幾廿萬人上街嘅啫咯。係議員點有啲咩補充？能夠用溫和嘅方式去推動到一個民主嘅社會，其實係一種幸福嚟嘅。我希望澳門人有呢個幸福。好啦，咁啊今晚咧節目時間夠啊，多謝晒3位參與，我哋下星期再見，拜拜。